一身橘红色系套装，神采奕奕的最美主持人白嘉莉，今24日回来无酬代言台中行销。傍晚再度踏上自己家乡土地时，她走出舱门，见到记者朋友围绕，表示内心非常激动，终于回来了，大家都好吗？白嘉莉频频微笑挥手，兴奋加上激动，眼中泛泪。她感性地说：“这一年来发生了很多事情，非常感谢我的朋友家人支撑，陪伴我走了过来。”白嘉莉的夫婿去年10月病逝，对她造成巨大冲击，但如今她已经逐渐走出伤痛。今天回到自己的家乡，真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。登机降落到现在，我深深感受到大家对我的喜爱。未来几天在台中市政府安排下，我会探访一些地方，希望带给同胞们一些难忘的回忆，因为台湾永远是我最爱的地方。接下来25日，白嘉莉将参访台中市政府、台中方舟长青学堂，26日参观台中花博。